台积电宣布要放弃伫桃园龙潭科学园区3期设厂，嘛引起真侪讨论。行政院前院长苏贞昌嘛口说讲，选着人真重要。桃园市政府是批评苏贞昌，爱伊唔通拢是政治的嘴烂。龙潭科学园区3期扩建案件引起周边居民的抗争。台积电宣布，在现阶段条件之下，无过考虑进驻龙潭科学园区3期。立兄是一直批评桃园市长张善政选前承诺全力协助台积电要到桃园，转头煞带头赶走科技大厂。你自己也自诩科技市长是唯一能够引进国际大厂商的市长，结果没想到您就这样把国际大厂商扼杀在自己的手里面。桃园市政府不管是经发局，不管是地震局，他们的态度都是非常的消极，都没有针对老百姓来做一些沟通。国民党是讲，台积电要去龙科设厂，本身就是配合去年市长选举操作的假议题。只有这些政治人物一直讲台积电，那现在呢？这一群由民进党的家属组成的自救会要去台积电抗议了，那台积电当然就不能再演下去了嘛。台积电宣布放弃进驻龙潭科学园区3期，引起热烈互呛。行政院前院长苏贞昌也口说，选对人真重要。桃园市政府是反对党批评，苏贞昌应该发挥院长的角度，以国家产业发展做重点，唔通只做政治吹烂。产业发展是一个国家长远发展大计，非常严肃的课题。要沦落到政治口水，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应该是非常谨慎的来看待，那把它浓缩成一句简单的政治口水我觉得这样子其实有失一个前行政院长的风格。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为杨梅、龙潭到平镇建立一个产业带，是选前提出的重要政见，非常乐见龙潭科学园区扩建，市府也应启动周边区域长远的开发规划，同时照顾居民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